而啱講到鴉片喺19世紀去到20世紀當中，對於香港甚至中國歷史當中有咩重要嘅角色？而去到20世紀初，鴉片仍然係香港嘅命脈，佔政府收入大概20到30% 左右嘅收入。所以當我哋講殖民政府喺立法嘅時候，定義咩係危險藥物，佢主要嘅目的其實係控制部分藥物嘅銷售，例如可卡因、可樂英等等。而目的其實係要禁止呢一類藥物流入香港。咁樣做有兩個好處，一方面殖民政府可以確保鴉片貿易嘅市場唔會俾呢啲更加容易上癮同容易製作嘅藥物挑戰到鴉片稅收；而另一方面，呢類法例都會創造一個道德高地俾殖民政府，話自己要去保護香港嘅英國人同華人。所以喺當時，毒品以至危險藥物嘅理解其實唔係建基於我哋而家講嘅藥品副作用，反而更加多係點樣挑戰到當時嘅商業利益。而當時購買鴉片嘅人，佢哋理解嘅人係消費者，而唔係我哋而家所講嘅道友。所以換一個角度睇，世界各地嘅殖民政府其實都參與鴉片貿易。佢好大程度上都係一個毒販，只不過制定規則同法律嘅都係佢哋。佢就好似球證咁，又會落場踢波，又會落場比分飲。所以依家被視為毒品嘅鴉片，可以成為19世紀以至20世紀中一種最重要嘅貨品。而真正威脅到呢種帝國商業網絡，反而係美國禁毒措施。直至到20世紀初，美國對於全球政治影響力增加，開始嘗試控制鴉片問題。而美國嘅動機有一大部分都係嚟自想同中國做貿易。因為當時英國主導成個中國通商口岸同貿易，而美國就以廢除鴉片作為跳板，去同當時嘅中國人同中國政府建立貿易關係。而美國喺外交上嘅努力，其實都引申出一系列嘅禁煙嘅國際會議，例如1909年嘅上海萬國禁煙會，同埋之後嘅國際鴉片公約。但係其實當時英國同法國其實都冇認真當我哋一回事嘅。對於英法兩國，鴉片貿易合法化先係一個有效嘅規管方法，而唔係完全禁止鴉片使用。所以究竟係要完全禁止鴉片，定係適當合法化嘅衝突，喺歷史當中經常見到。例如美國嘅禁酒令，以至而家嘅香港煙草徵稅，其實背後更加多嘅關係都係政府以咩方式參與呢一類藥物嘅貿易當中。而二戰之後，美國崛起成為政治大國，有足夠嘅影響力去重新建構翻國際毒品規管。而英法兩個殖民大國都開始屈服，放棄鴉片貿易，進行全面禁止鴉片，由此嚟討好呢個美國喺二戰之後最重要嘅盟友。所以迫於無奈之下，香港政府喺1948年立法全面禁止鴉片。但其實當時大部分官員喺香港都唔相信禁煙係一個可行嘅措施，因為中國人已經食鴉片成100年。所以基於戰後重建同埋難民潮呢等等因素，同埋唔相信呢種禁煙會成功嘅觀點，殖民政府其實都係做下表面功夫，配合國際法例立法禁止鴉片。但點解殖民政府又會自己冇嘢揾嘢做，要喺1959年發起禁毒運動呢？主要原因其實1957年殖民地部，即係香港政府嘅上司，發現香港有大量關於可樂英嘅刑事罪行，就向香港政府施加壓力，任命當時嘅華文政務司 Brian C.K. Hawkins 去調查香港毒品問題。但 Hawkins 佢嘅調查重點從來都唔係鴉片，而係只係可樂英。Hawkins 提交嘅報告書入面指出，香港毒品問題從來都唔關鴉片事，因為鴉片已經深入民間日常生活。佢將一切嘅問題歸咎喺反而係之前嘅講嘅禁煙措施，因為呢啲禁煙措施迫使大量中國人轉移使用可樂英，一種更加平、更加容易偷渡、更加容易製作同埋吸食嘅時候無色無味嘅毒品。所以佢哋會預計喺1957年開始吸毒嘅人嘅數量會每年翻倍。另一個因素推動殖民政府做嘢，係因為香港毒品成為全球毒品網絡當中最重要嘅一環。難民潮唔單止帶嚟上海同埋廣州嘅資金、工業技術等等，令香港成功轉型，但同時佢會帶嚟上海黑社會青幫同埋其他組織嘅成員。所以喺1950年代開始，呢啲黑社會成員喺香港，佢哋接收喺東南亞金三角嘅鴉片，即係嚟自緬甸、泰國以及老撾等地嘅鴉片，將香港建立成為一個國際毒品製作工場，將大量嘅可樂英運至美國。所以其實英國政府一直面對緊美國嘅壓力，要去解決香港毒品問題。而基於政治壓力、治安呢啲因素，殖民政府最終喺1959年決定發起禁毒運動，主要針對翻3方面：第一，打擊毒品走私；第二，公共教育同宣傳；第三，戒毒治療。但喺當時殖民地政府內部其實冇人相信可以控制到呢3個問題。我哋可以簡單想像下呢個問題有幾咁困難。第一，毒品走私。香港即使冷戰禁運之後，仍係一個自由港，人口同埋全球貨物流動頻繁，而當時嘅走私技巧層出不窮，所以點樣控制走私自然成為一個難題。而第二，公共教育。香港有成百年吸食鴉片嘅文化，殖民政府點樣扭轉呢一種思維？你點樣突然之間同佢哋講你食緊啲鴉片其實係有毒嘅，你唔可以再食啦。而第三，戒毒治療更加困難，因為當時全球醫學界並冇一個萬能嘅方式去禁毒或者戒毒。究竟點樣定義一個成功嘅戒毒療程？
就好似普通人吸煙咁，即使你成功戒煙一段時間，你都可以隨時重新買包煙，重新再食過，唔好似普通病症咁透過食藥就可以好返。呢個過程往往都要牽涉到社會、經濟、個人因素等等。所以香港政府提供戒毒治療呢個決定，背後反映出嘅係一個更加多關於時代嘅轉變。即係自1957年開始，香港政府決定面對難民問題，提供基本嘅社會福利，例如醫療等等，想試圖將呢批難民轉做一個有用嘅生產力，重新建構政府同社會嘅關係。呢個決定都代表住殖民政府開始將資源投放喺醫療服務當中，同以往19世紀去到20世紀初唔同。佢哋殖民政府往往會將呢啲醫療責任轉交俾華人精英，可能建立東華醫院等等。所以對於理解將醫療責任交俾華人精英唔同，所以禁毒歷史對於理解香港公共衛生轉變有重大意義。而實施戒毒治療第一步咧，唔係提供治療，反而係宣傳，係要將以往一種可以日常接納嘅行為，例如吸食鴉片，變做一個醫學問題。所以喺1959年發布嘅香港毒品白皮書當中，殖民政府將濫用藥物問題定義為精神病，需要心理治療同康復。當殖民政府將吸毒視為一個精神問題，其實就係為日後所有政策鋪路，有新嘅空間、新嘅權威去干預藥物使用，去改變同治療呢一批吸毒上癮嘅人，將佢哋轉化做一個對社會有用嘅公民。所以喺禁毒運動早期，殖民政府喺好大程度上係將禁毒運動當作一種 PR campaign，用嚟扭轉政府嘅形象。甚至乎當時大量嘅政府內部文件指出，香港政府應該學習中國共產黨，要接近以洗腦嘅形式，日以繼夜咁宣佈、散播禁毒信息，刻意去塑造一個經典嘅典型導友形象。有趣嘅係呢一種宣傳其實包括鴉片，同唔少其他亞洲後殖民國家一樣，香港政府嘗試建立出一種新嘅概念，就例如吸毒會上癮就會死亡嘅邏輯，為成個禁毒運動定調。而喺呢一種宣傳底下，當時禁毒海報呈現出嚟嘅吸毒嘅人，往往都有一個中年男人瘦到見骨，因為吸毒上癮會令到自己冇咗份工，人財兩失，妻離子散，最後身體精神衰弱。所以呢一種毒品等於死亡嘅邏輯，或者放大毒品問題嘅手法，一直沿用到70、80年代，甚至喺而家嘅政府廣告當中都見到。喺當時都可想而知，雖然大部分華人團體有響應政府搞下啲標語比賽啊，但可想而知呢啲運動或者係呢啲 PR campaign 成效唔高。當時好多人其實都唔相信政府有能力去解決毒品問題，因為更加大嘅問題係在於當時貪污問題嚴重，警察同毒販勾結，所以對於普通人嚟講，警察就等同毒販，令到禁毒工作更加難上加難。